这个也是我不接的案子嘛，对不对？又怎么了？委托人设大帅哥，老婆是富家乖乖女，结婚半年，老公就要来抓奸。谁说乖乖女就不会乱搞？哎，你看一下，他结婚的时间，每一段婚姻都只有维持几个月，而且对象都是有钱人。这种案子我不接。好了，那这个我同意。还有这个对不对？我知道。你的看长相我就不想接。知飞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为什么要以貌取人啊？看到了吗？你认识他吗？看起来好面熟。面熟对不对？不叫名师啊。对。对，因为每次被抓到，他都出来开记者会嘛，然后他老婆还陪着他出来道歉。你们这些女人怎么那么傻？都知道老公偷吃了，还陪着出来道歉，傻不傻？这有什么好接的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了，知飞哥，你今天话好像比较多哦。哪有？有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要这样挑三拣四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你有答应过社长，1个月要还他20万。你现在这样子，我们又缴不出房租，也发不出薪水，难道会计阿姨都没有跟你说吗？有啊，我有甲伊讲咧，我看这小吼，你袂趁钱啦，遐毋是恁姊啊吼，叫我甲你斗相共吼，我是做无用的呢，我哪有迄个美国时间啊？阿弟啊，我是做无用的呢。啊好啦，我要去无用啊。知飞哥，你不舒服哦？那我去帮你倒杯咖啡哦。知飞哥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啊？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我帮你。我自己来了。我帮你。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我帮你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自己。我帮你。难怪都没时间回我讯息。我有打到你吗？什么？哦，哎，忘记了。你们要喝咖啡啊？不然我们一起去喝。哦，那走啊，一起。你们去喝吧，我要忙。你要忙什么？一起忙。我说忙。这有什么好忙？好啦，他要忙就让他去忙啊，我们去喝就好。要不要回来帮你带什么？不用。哦，来。其实我想了很久了，我发现喜欢的人好像都没有什么理由。对啊。你认同哦？因为我们遇到案子好像都是这样。我喜欢你段子飞。我在讲话，你可以看着我吗？我喜欢你，段志飞。哎，我调查过你啊，17岁初恋，谈过2次恋爱，上一个女朋友在3年前分手之后，你在2个月前又在一起，然后又……哎，你查这些干什么？就好，
我知道你很专业，但是你不用把专业用在我的身上啊。不是啊，我们调查这个没有很难，打电话问几个人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喜欢我吗？我，不是你这个女生，你也太……太什么？你是说公共场合吗？你小声一点。就是你太那个啊。太直接。对。我以为你不喜欢做作的女生啊。是啊。不过你也太……好啊，那你明天开始就跟太直接的女生约会吧。干嘛？没约过会啊？起来下。去哪里？感觉还不错嘛。小姐，你还好吧？小姐，小姐，谢谢啊，我没事啊。喂 ，Sandy， 为什么告白比抓奸难呢？哎，不错哎，长得很帅哎，根本就是我的菜啊！菜什么菜？开玩笑的，干嘛这样？喂，干嘛这样喝啊你？刷屏顾一下。拜托，你有今天哦！你的大姐头小奈姐，大姐头不能谈恋爱啊？拜托你是有这么可？从高三学到现在。对啦，那倒也是真的。你好了啦，不要这样喝啦，反正都告白了，放手去追啊，小奈姐你。我觉得他跟他助理有一腿。那他助理到底正不正啊？宣布大，跟我一样吗？好了，没关系啦。从小到大你都是走你的气质路线啊。胸大无脑。我这可是不一样哦。不一样。当然。要不是他那个前女友，才不让他们两个搞在一起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先上车的，又不一定会先到站，对不对？哎，哪个？哦。
这家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志飞哥好像没有这种衣服哎。这件啊，这件版型怎么样？交给我这衣架子一试穿就知道。这一件，它穿起来应该很老土。不好。那这件呢？感觉志飞哥穿起来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件它穿起来应该像个假 rocker。不好。真的假的？不好。帅。那就这件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黄色应该比较适合我吧。而且我生日才刚过不久，农历的也还没到，现在补送我生日礼物应该不算太晚了。你觉得呢？好吧，反正这件好像也没有很适合志飞哥，那给你好了。你只是挑个生日礼物，干嘛那么认真啊？没有啊。还是你喜欢志飞哥？大家都喜欢志飞哥啊。明明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你问的问题好奇怪哦。你们都是我很好的大哥啊。哦。所以，在你心里面，我跟段志飞应该是差不多的吧，50%。嗯，对啊。阿达哥问你一个有一点严肃的问题，你觉得阿达哥我怎么样？嗯？你说什么？来，你坐我旁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很好啊。阿达哥，还是挑帽子好了。